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喺5月咧，股票同埋黃金咧並非同步上升嘅喎，黃金版咧好似被點穴喎，但美股咧就屢創新高。現貨黃金喺5月多次跌破$4500關卡之後咧，就小幅反彈。版星期五收市咧喺支持位$75附近喎，而下一波大幅上漲咧，可能取決於聯儲局利率預期嘅變化同埋地緣政治嘅發展，而唔係預先設定嘅時間表。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2026年4月，美國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 PCE 較去年同期上漲咗 3.8%， 創下自2023年5月以嚟咧最高嘅水平。剔除波動較大嘅食品同埋能源價格之後咧，聯儲局首選通脹嘅指標 PCE 核心個人消費支出指數 Core PCE 嘅年化增長率咧攀升至 3.3%。仲有，截至2026年5月29號美股收市之後咧，市場恐慌指數 VIX 收喺 15.32， 當日下跌咗 2.67%。目前指數咧維持喺20以下相對嘅低位，顯示隨住美股創下新高，市場整體避險情緒消退，投資人情緒偏向穩定。截至5月30號各項指數嘅印記，道指報51,032點，標指報7,580點，納指報26,972點，黃金報$4,540，白銀報$75.4，鉑金報$1,926，美匯指數報98.95。最新嘅數據顯示，美國經濟維持面臨嘅通脹壓力，部分嘅原因係全球供應鏈中斷同埋能源成本上漲。由於通脹率仍然高於聯儲局嘅2% 嘅長期目標，金融市場預期利率咧將維持喺呢個高位嘅。決策者正在權衡潛在嘅利率調整方案。喺呢個市場恐慌指數高於30嘅時咧，往往出現恐慌嘅時期嘅；而低於20咧，即反映出穩定同埋提升嘅時間。呢個亦都反映美股喺呢個禮拜咧亦創新高。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Mark 喺禮拜四警告話，美國經濟正面臨困境，並表示同呢個美意對伊朗戰爭有關嘅干擾咧，可能會顯著增加經濟衰退嘅風險。正如 Mark 所警告，物價持續上漲，美國消費者4月商品同埋服務支出超過近3年嚟咧最高嘅水平。最新嘅 PCE 通脹率年增 3.8%， 為2023年以嚟咧最高嘅水平，幾乎係聯儲局2% 目標嘅2倍。呢位經濟學家亦都強調經濟增長放緩嘅跡象，指出美國第一季 GDP 年化增長率從先前公佈嘅2% 下調至 1.6%， 而疲弱嘅房屋同埋商業投資嘅數據咧顯示整個經濟咧普遍係疲弱嘅。Mark 進一步警告稱，家庭財務狀況正面臨壓力。佢指出實際可支出嘅收入咧同埋個人儲蓄率咧均有所下降。佢認為消費者維持支出所需嘅財務資源咧正在枯竭，而上個月嘅支出已經停滯不前㗎。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嘅戰爭仍在持續困擾霍爾木茲海峽嘅交通。呢條戰略嘅水道咧承載着全球約1/4嘅海上石油嘅貿易，導致能源運輸速度減慢，運輸成本上升，並加劇咗人們對油價上漲嘅擔憂。對投資人而言咧，佢哋擔心油價上漲可能會在經濟增長放緩之際咧重新引發通脹。呢種雙重壓力可能會進一步加劇消費者消費嘅壓力，並增加經濟衰退嘅可能性。Mark 表示，
呢種風險咧變得越嚟越難以忽視。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尼爾喺禮拜四咧告訴 CNBC， 通脹仍然係聯儲局首要嘅關注點。佢警告話，持續高企嘅價格壓力咧可能會動搖消費者嘅預期嘅，並迫使政策制定者採取更積極嘅措施。呢個就係暗示要加息啦。CNBC 同埋福克斯商業頻道嘅主流財經媒體正在大力宣傳一種觀點。由於美聯儲可能為咗應對油價飆升同埋持續不斷嘅美伊戰爭相關嘅通脹，而將利率維持喺高位更長時間，因此黃金同白銀價格咧面臨下行嘅壓力。據報道，黃金價格已經從1月每盎司$5100以上嘅高位咧下跌超過11%，而白銀價格咧亦難以重拾上漲嘅勢頭。目前普遍嘅觀點認為咧，利率上升咧會損害黃金、白銀嘅價格，而黃金咧係一種不生產收益嘅資產。根據呢種嘅理論咧，投資者應該會轉向債券同埋其他生息嘅投資嘅。呢種解釋咧係忽略咗兩個關鍵嘅事實，就係實際利率同埋威脅美國經濟日益嚴重嘅債務黑洞。市場似乎對戰爭新聞嘅反應咧近乎機械式。中東局勢嘅負面發展往往會壓低金價，因為交易員咧認為通脹將維持喺高位嘅，迫使聯儲局繼續維持鷹派嘅立場。同時，任何個和平談判嘅跡象咧都會推高金銀嘅價格嘅，因為市場預期未來嘅利率咧將會下調嘅。喺呢種短期嘅波動之下咧，貴金屬長期睇漲嘅基本面咧依然穩固嘅，包括去美元化嘅趨勢、央行大量購買黃金、巨額政府嘅債務、持續嘅通脹壓力以及經濟不穩定。主流評論員咧通常會引用國債殖利率嘅，卻忽略咗通脹嘅因素。呢個會扭曲投資者實際獲利嘅購買力回報。例子解釋就係，如果10年公債殖利率為 4.6%， 而 PCE 通脹率為 3.8%， 咁樣實際嘅利率僅為 0.8% 啫。如此微薄嘅實際收益根本咧不足以成為放棄黃金白銀嘅理由。現代美國經濟背負咗沉重嘅債務負擔，無法同冇限期地承受高利率。聯儲局面臨一個根本性嘅矛盾。一方面，人們期望佢透過維持高利率嚟抑制通脹；另一方面，持續嘅高利率有可能刺破佢所說嘅由債務驅動嘅經濟泡沫。聯儲局喺以往危機中嘅行為咧，包括科網泡沫破裂、2008年金融危機同埋新冠疫情期間嘅經濟衰退，表明政策制定者咧最終會將經濟救助置於通脹控制之上。喺每一種情況下咧，聯儲局應對嘅措施咧都係減息、量化寬鬆同埋大規模嘅貨幣創造。通貨膨脹其實係一種隱形嘅稅收，將貨幣貶值視為一種隱形嘅稅收形式。隨着時間嘅推移，降低呢個購買力。咁黃金白銀係抵禦通貨膨脹同埋貨幣貶值嘅重要工具，所以無論短期市場如何波動，都應該至少持有一定比例嘅黃金同埋白銀。最近我睇到好多 YouTuber 投訴，係因為 YouTube 咧停止咗佢哋盈利嘅收入，主要原因咧係被 YouTube 認為佢哋嘅視頻為 AI 嘅製作。其實我見到大部分被 YouTube 停止盈利嘅視頻咧，並非用 AI 製作嘅，但佢哋嘅視頻咧有一個共通點，就係每一集咧都用同一個格式嘅。雖然我嘅視頻咧並非用 AI 製作嘅，每一集我都係本人演繹嘅，不過咧我每一集都係用同一個格式，咁我相信好快咧 YouTube 亦都會停止我微乎其微嘅盈利收入噶啦。我見到好多 YouTuber 咧，為咗喺3個月後再申請盈利，同埋證明自己嘅視頻咧非 AI 製作，咁佢哋被逼咧從幕後咧跑到幕前。呢一點咧，我係決定唔會仿效佢哋嘅做法嘅，一於煮到嚟就食。我希望大家俾我支持，我會考慮將金融穿梭只上傳到 Patreon。咁喺呢度咧，我歡迎大家加入我 Patreon 成為付費嘅會員。以下咧
就係我 Patreon 嘅連結。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按下個鐘仔，呢個代表呢你俾我支持喎。請俾我點讚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咁樣可以令到更多嘅人呢睇到我嘅片。多謝大家支持。自5月以嚟呢，貴金屬市場持續回調喎。現貨黃金喺當月多次跌破$4500關卡之後呢，小幅反彈，較年內高位呢出現顯著嘅回落。現貨白銀當月一度跌破$75，高低波幅超過15%。進入6月呢，估計黃金白銀價格呢會喺近期嘅支持點附近反覆咁盤整嘅，分別係$4500同埋$75。分析人士預計下一波大幅上漲可能取決於聯儲局利率預期嘅變化同埋地緣政治嘅發展，而唔係預先設定嘅時間表。隨住一啲影響市場嘅因素緩解，貴金屬價格正在進入結構性重新評估嘅窗口期。5月20號，道指突破咗5萬點大關，市場波動性顯著加劇。標指同埋納指呢喺創下歷史新高後呢，亦都同時呢進入盤整嘅階段。隨着美國股市波動加劇，一啲資本開始獲利了結。之前拋售貴金屬轉移追逐風險資產嘅基金呢，開始出現部分資金回流嘅跡象。喺5月，股票同埋黃金呢並非同步上升嘅，資金開始喺兩種資產類別之間呢進行差異化嘅配置。預計白銀喺6月呢表現弱於黃金嘅，主要抑制因素仍是供應關係帶嚟嘅壓力。此外，市場對白銀避險嘅屬性嘅認可度呢遠低於黃金。喺極端情況下呢，白銀基本避險屬性呢可能會失效嘅。之前瑞銀大幅下調咗對白銀供應缺口嘅預測，將其從年初預測約3億安士收窄至6000至7000萬安士之間。太陽能需求疲弱、投資資本外流以及礦產供應增加呢3種因素共同抑制咗白銀價格嘅上漲動力。白銀嘅基本面支撐呢正在減弱。隨着30年美國公債殖利率突破5%，先前壓住降息嘅預期嘅大量短期資金被迫觸發止損，導致黃金 ETF 資金持續外流。喺當前宏觀環境下呢，黃金避險地位受到抑制。如果緊張局勢緩解，黃金白銀價格可能仲有進一步回升嘅空間。然，如果地緣政治僵局持續嘅話即係可能繼續推高油價同埋美國國債嘅收益率，從而對黃金白銀價格構成下行嘅壓力。喺價格可能再次上漲之前現在投資黃金白銀或許係明智之舉。喺2月底伊朗戰爭爆發時大多數投資者預期黃金白銀會飆升嘅，然金價卻跌咗25%。呢個並非理性嘅市場行為，而係特定嘅機制。油價高於$100，直接推高咗呢個消費物價指數 CPI， 迫使聯儲局維持高利率。呢個令到美國國債比冇收益嘅黃金更具吸引力。戰爭打擊黃金嘅原因係佢扼殺咗降息嘅預期，而唔係令黃金變得無關緊要。喺呢個5月27號，呢個機制再次加速運行，美伊軍事衝突再次升級，導致金價跌至每安士$4389，創2個月嘅新低。喺5月28號，財政部貝森特確認初步停火框架正在形成之後金價就回升至每安士$4532，較先前嘅低點就上漲咗$143。到29號，特朗普批准嘅議定諒解備忘錄，該備忘錄並未就伊朗1000磅嘅高度濃縮鈾嘅處置達成任何協議。協議僅承諾係討論如何處置呢啲鈾。專家表明，呢個可能意味住允許伊朗將鈾嘅濃縮度降低並留喺伊朗境內，
禮拜五黃金期貨開盤價為$4526，盤中最高觸及$4550。霍爾木茲海峽預計將重新開放。隨着油價下跌，星期五油價跌至$87.78每一桶。估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咧亦將會下降嘅。如果 CPI 下降，降息嘅可能性咧就會重新出現，咁實際收益率咧就會下降，金價咧就隨之回升噶啦。不過停火協議咧並未有改變以下嘅事實：美國每年嘅財政赤字高達$1.9兆，僅係償還現有嘅債務咧，每年咧就需要支付約$1兆啦。喺呢啲數字同埋實際收益率長期高企嘅結構性矛盾咧，財政主導地位，即政府嘅債務負擔，最終會迫使政策調整以適應較低嘅利率。呢個咧仍然係多年影響黃金價格主要嘅因素。停火協議只係暫時抑制金價上漲，而結構性嘅因素咧始終存在喺背後嘅。我重申上集最重要嘅訊息，唔好被伊朗嘅戰爭引發短期嘅無謂反應所困擾。黃金走向每安士$10,000，白銀$300呢？呢個絕對唔係神話。我用基本因素分析，我對經濟前景並不樂觀。如果油價保持喺$100左右咧，將會引發嚴重熊市同埋滯脹。到時黃金被視為抵禦經濟動盪同埋美元疲弱嘅避險資產咧，其價格將會大幅上升嘅。估計喺2026年咧，美元繼續貶值嘅，石油危機引致通脹，失業率處於高位，目前正處於滯脹，滯脹會引致股災，股災會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又會引致滯脹。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咧，我相信經濟衰退、股災、滯脹最有可能咧喺2026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圖中呢一期，我推算整個股災週期，黃金版最低同埋最高價。如果你未睇過咧，一定要去睇下。喺股災初期，我預計黃金版將跟隨股市先下跌嘅，然後黃金版咧就從低位反彈並進入大牛市。喺股災初期，黃金會跌至$3,830，白銀會跌至$42，然後咧就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9,919，白銀會升至$209。如果你持有股票咧，就要小心啦。整個股災週期，道指會跌至22,721點。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嘅，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